怪談之小思最近硬係覺得好似有人跟住佢，嗰啲感覺一陣一陣。佢有時猛一回頭，但係又發現唔到任何一啲蛛絲馬跡。呢種感覺令人周身都唔聚財，就好似身邊潛伏咗一個變態偷窺狂咁啊！佢將呢一種感覺同佢同學仔兼閨蜜阿娜講：阿南，我最近成日覺得有人跟蹤我啊！你唔係得咗嗰啲咩癔症啊嘛？不如搵個心理醫生睇下。唉，小思聽我仲鬱悶，真係話不投機半句多，佢都懶得睬阿南。隔咗幾日，阿南呢就神色緊張咁對阿小思講：死啦！我都覺得好似俾人跟蹤啊！嗱，兩個人開始回憶最近去過除咗學校之外嘅地方，最終佢哋揾到咗一個共同點——公共垃圾池。兩個人心血來潮，一齊去垃圾池周邊呢就調查下。唉，點不知嗰度氣味實在太難聞啦，只好戴住個大口罩。但係佢哋查來查去都冇結果，咁點辦？呢個時候佢哋心情好鬱悶。阿南見到地下有一個空嘅易拉罐，於是佢一腳揼，啪咁一聲。而呢個時候呢，有一個環衛大爺啱啱經過就話：唉，兩個大姑娘都好學唔學，學我哋啲老嘢執垃圾啊，真係認真重口味。阿南打咗個突，諗下，唉，原來自己頭先呢一個唔小心模仿咗嗰啲執垃圾佬嘅經典動作，踩罐。於是佢嗱嗱聲拉埋小思就走啦。嗱，兩個人跟住回憶一下，再諗下有冇咩其他共通點啦。諗下，誒，有喎，佢哋兩個共同都去過一個共通點，就係殯儀館。前幾日有一個同學意外過咗身，兩個人曾經一前一後咁去祭奠一番。小思同阿南覺得身上邊打咗個冷震，好似俾啲咩陰風吹過咁，心諗唔通係個同學嘅鬼魂跟住佢哋？咁究竟想做咩先？為情為仇，抑或係為吸陽氣啊？但佢哋越諗越驚，於是一齊呢就去到附近嘅一間道觀，諗住求翻兩張嘅鎮鬼符，但係都冇用。事關佢哋俾跟蹤嘅感覺越嚟越強烈。兩個人啊，甚至唔敢沖涼，怕春光外泄。但係時間長咗，哎呀，周身都唔聚財噶，唔沖涼個大佬。於是呢，就喺度靜雞雞咁捽嗰啲老泥球。嗱，呢件事呢，唔覺意就俾阿同學仔胡超見到。嗰個胡超呢，哎呀，見到之後起晒雞皮。佢心諗：哇，呢兩個如花似玉嘅美女，點會做起濟公嘅招牌動作嘅？哎呀，真係重口味啊！嗱，胡超係一個心細嘅人，佢一直都好愛慕阿南，只不過自己有家族遺傳性嘅心臟病，除咗阿爺過咗70之外，自己嘅父親同埋阿叔都死於壯年，所以佢擔心呢一件事會影響阿南，於是佢一直都冇勇氣示愛。胡超對阿南嘅過往了解得好清楚，知道佢係一個好愛乾淨嘅女仔，但係點解而家會日日喺度上課嘅時候捽老泥呢？嗱，於是佢開始靜靜雞調查。當然啦，想知道答案就要從嗰個平時把口都唔收嘅小思度做突破口。問咗幾句，阿超就知道咗佢要嘅答案。奇怪嘅跟蹤者，唔通佢哋兩個真係撞鬼？嗱，胡超話唔信邪，委託民間偵探所嘅朋友咧就調查咗半日，唉，但係一啲收穫都冇。嗱，呢日翻屋企同阿爺傾起偈，隨口講起呢件怪事，阿爺突然間神色凝重起身，問咗句：哦，你呢兩位同學仔係有錢人家出身？胡超岌岌頭，跟住擰擰頭話：小思就好似富二代嚟嘅，不過阿南就好似唔係喎。咁啦，
你試下揾佢哋嘅祖墳翻嚟同我講聲，可能我會幫你揾到答案。胡超完成咗阿爺交代嘅任務，仲依照個地形畫咗幅詳細嘅草圖。爺爺睇到之後呢，又動住拐杖親自去到現場睇咗一輪，最後就話：係啦，小思同學嘅祖墳有問題。跟住呢，爺爺就講到一個好奇怪嘅風水故事。喺舊陣時，農村人對祖墳嘅風水好重視，仲有一墳二房三八字嘅講法。嗱，喺嗰個年代，每一處上佳嘅風水之地都只有一個最佳嘅穴位，所以古代風水師幫嗰啲死人揾墓地嘅時候呢，就稱之為點穴。穴位嘅運氣亦都有盡時，一般以甲子為計算單位，最短一個甲子，而一個甲子呢，大家都知啦，就60年，最長唔超過3個甲子。因為時間漫長，死者後人嘅居住地形變遷好大，有時就照顧唔到先祖嘅墳地，有啲人屋企請唔起高明嘅風水師，於是就會趁死者後人離鄉別井嘅時候呢，將自己死去嘅長輩靜靜雞咁埋喺風水穴原先嘅棺材位上邊，擺到明就喺度偷啲運氣。而呢一種民間稱之為官壓棺。如果喺埋葬嘅時候火候把握得唔好，有所偏差嘅話，就會形成影子墳。而呢一個祖墳嘅地形係屬於金蟬抱穴，係聚財之地。墳丘嘅土質色澤不均，凸起嘅形狀有些許唔和諧感。明顯有人喐過手腳。呢種手法呃啲普通人就得，但係呃唔到你阿爺我。一定係有人埋咗影子墳。因為影子墳唔正，所以風水穴位所埋嘅死者嘅後人呢，得唔到庇佑。但係影子墳嘅後人會擁有一種奇怪嘅能力，叫做攝影術，可以控制風水穴位所埋死者後人嘅影子，從而呢可以達到窺探窺視嘅目的。而小詩嘅影子一定俾人控制咗，但係而家出現呢一種情況，只有一個可能，就係影子墳嘅後人以前並唔知道自己有呢個能力。嗱，聽阿爺講完，胡超覺得毛骨悚然。個影都俾人控制，係咪起咗影子墳出嚟，呢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得到噶啦？阿爺擰擰頭就話：唉，風水格局已定，起墳唔單止冇用，反而有害。要解決呢個問題，只有一個辦法，就係揾到影子墳嘅後人。因為係影子墳，呢個人應該唔會離小詩太遠，應該係熟人嚟嘅。胡超對小詩並唔關心，佢滿腦子都只係諗住阿南。阿爺睇出佢嘅心思，笑住話：揾到呢一個人就可以解除阿南嘅困擾啦。因為佢哋嘅關係係好好嘅同學，佢哋之間有情義，之間嘅影子亦都會有好感，亦可能會產生某種神秘嘅聯繫，俾影子墳嘅後人乘機利用。呢個人可能係對陳南起咗咩歪心，於是利用攝影術行埋晒啲卑鄙手段呢。胡超一聽就即刻上心，歪心思嗰個係我女神嚟嘅，唔得，我一定要快啲揾到呢個人出嚟。最後阿爺講俾佢聽，可以除掉呢一個人特殊能力嘅辦法。喺實施攝影術嗰陣，唔會距離事主太遠，而且期間必須喺伸手不見五指嘅地方，因為有任何一點微弱嘅光線都會破壞咗呢個能力。正當胡超全力尋找影子墳後人嘅時候呢，小詩屋企出事啦，佢阿爸上咗當，公司面臨破產邊緣，而且佢阿爸亦都揾出咗原因，就係公司出咗內鬼，
商業機密外泄，俾人乘機利用。但係呢個人係邊個呢？大家都唔知。根據小詩話，喺出事之前嗰段時間，佢阿爸亦都出現咗俾人跟蹤嘅奇怪感覺，不過時間就唔係好長，好快就恢復正常。胡超聽聞，即刻聯想到係影子墳嘅後人。經過胡超同私家偵探社朋友嘅多方面追查，認真分析得到嘅資料之後，確定咗一個嫌疑目標。而呢個人呢，叫阿華，係小詩嘅遠房表親，同小詩從細玩到大。喺小詩阿爸公司出事前後，呢個人咁啱得咁巧，同設局嗰個老闆有個接觸，而且關係非同一般。偵探社朋友影到佢哋兩個人搭晒膊頭咁進入高級娛樂場所嘅相，而最重要一點係阿華曾經瘋狂咁追過阿南，最後呢俾阿南拒絕咗。胡超認定阿華係利用攝影術探知咗小詩爸爸嘅商業機密，又將呢一個機密賣俾咗設局嘅老闆。但係阿華嘅動機呢，就無人可知。呢日胡超鄭重其事咁將阿華嘅個人資料交俾阿南，又講述咗影子墳嘅故事。為咗保持神秘感，抬高自己喺阿南心中嘅地位，佢呢就冇將阿爺教佢點樣去除嘅呢一個辦法講俾阿南聽。聽完成個古仔之後，阿南成塊面都嚇到白晒，緊緊握住胡超嘅手就話：咁點算啊？嗰日我實在頂唔順啦，我就翻屋企個地下室沖涼，以為嗰度安全啦，點知一聽阿超個心好唔爽，好似心中嘅女神俾人搏懵咁。但係又冇計嘅，只能夠安慰佢嘅話，唔好咁擔心啦，我哋隨時保持聯繫。等下一次你覺得俾人跟蹤嘅時候，你一定要通知我。只要揾到阿華，我哋就可以解決問題啦。阿南塊面咧微微一紅咁就講：你對我真係好啊，為咗咁多心思，我睇得出你中意我啊嘛。我都唔討厭你，都幾中意你嘅。如果呢件事處理完，或者我哋可以試下相處下。哇！呢個真係意外嘅驚喜，簡直係天上邊跌落一塊大金元寶，一下子砸到阿超都暈晒落。佢有種想喊嘅感覺添。自從知道自己有遺傳性心臟病，佢都一直唔敢拍拖，唔敢嘗試愛情嘅滋味。唉，而家都唔諗得咁多啦。或者拖累阿男嘅呢啲事未必會發生呢。而家科技咁進步，係咪先？而且就算自己真係短命嘅話，咁起碼喺有生之年可以擁有一段美好嘅愛情啊，咁都唔算白活一場啊。而跟住落嚟最緊要嘅事呢，就係點樣幫阿男解決呢一個鬼影嘅問題。嗱，跟住呢，阿超又同小詩講，叫個小詩如果出現啲咩特殊嘅感覺，要第一時間通知佢。嗱，隔多幾日，小詩突然間好急切咁打個電話嚟同阿超講：我超，我好驚，嗰種俾人跟蹤嘅感覺又出現啦！阿超即刻聯繫偵探社嘅朋友，佢哋俾到一個好爽快嘅回答，話：我一直喺度跟蹤阿華，呢個人而家就喺學校附近嘅一棟大樓裏邊，係個拐角處嘅暗房，四周都係冇窗嘅。阿超坐上摩托車，開足馬力狂奔過去，一到步，同嗰幾個偵探社嘅朋友打一個招呼，跟手就衝入大樓，用事先準備好嘅工具，砰一聲，用盡力咁砸開暗房道門。一縷陽光瞬間照入到伸手不見五指嘅暗房，而阿華呢正傾斜咁挨喺暗房嘅牆角落，雙眼擘大，茫然咁望住天花板，面上邊有種驚恐嘅扭曲感。係呢個華好似死咗咁，但係應該唔係死喺破門之後噶。嗱，佢啲朋友略懂一啲粗淺嘅法醫知識，佢檢查咗一下就話：死者瞳孔透明，體表冰涼，局部仲出現淡紫色嘅屍斑，至少已經死咗成半個鐘噶啦。咁亦即係話佢死嘅時間係喺我監視佢行入大樓，唔係你破門之前嘅呢個時間段噶。咩回事呢？
阿超不明所以，報案之後，法醫驗屍結果得出阿華係被嚇死嘅。但係阿華點會被嚇死？而且係死喺一個唔見光亮嘅地方。唉，今次阿超真係一個頭兩個大，唔知點算好。嗱，於是佢嗱嗱聲翻屋企請教阿爺。阿爺聽完之後都顯得好困惑，都唔知應該點回答。謎團呢，好似霧咁籠罩住阿超。隔咗幾日，阿南講咗個好消息俾佢聽，話自己被困擾多時嘅被跟蹤感覺竟然完全消失晒。小詩嘅感覺同阿南一樣。嗱，又隔咗一段時間，小詩爸爸卒之揾到證據，將嗰個試我哋嘅老闆送到去踎監，而嗰個老闆都公認商業機密的確係阿華洩露俾佢聽。嗱，咁表示呢個阿華的確有問題咧，但係圍繞住阿華發生嘅一切依然係一個謎。小詩感覺到胡超對呢一件事都好關心，問佢原因。阿超諗咗諗，覺得呢一件事咧，仲有好多謎題未解，今後仲需要小詩配合，於是佢就將前因後果全部都講晒俾小詩聽，仲話佢係以一個局外人嘅身份參與呢一件事，而參與嘅原因，一係為咗幫阿南，二係出於好奇。嗱，聽到咁，小詩冷汗都飆晒，即刻咧就翻去講俾老豆聽。而小詩個阿爸咧，不嬲都唔信風水，但係對影子墳嘅講法覺得好新奇。佢仔細回憶咗一下，20年前自己帶全家人外出謀生，至少有10幾年時間冇理過屋企個祖墳，更加就唔好話連佢都唔知嗰啲家族往事。如果影子墳係屬實嘅話，喂，呢幾年嚟自己經常去拜祭嘅，除咗祖輩之外，我原來自己仲拜埋晒啲唔拉更嘅人。唉，咁真係認真唔開心。小詩個老豆拜會咗胡爺爺，老人家非常肯定咁講出影子墳嘅存在。小詩阿爸冇辦法容忍自己屋企祖墳裏面埋住一副完全唔相干嘅屍體，於是佢唔理胡爺爺嘅反對，對破壞風水呢一種講法一笑了之，竟然作出一個好大膽嘅決定，起墳。呢日，小詩爸爸揾到專門嘅職業移墳人，將胡家嘅爺孫一齊請埋去，挖開咗自己嘅祖墳，結果令所有人都大吃一驚。3重棺，居然係3重棺。趙家先輩嘅棺材埋喺最下邊，上邊呢就官壓棺，重疊住2副黑卒卒嘅棺材。胡爺爺仔細檢查咗一次就話，有人做咗手腳，趙家祖先嘅棺材又向下移咗幾尺，而中間呢個棺材就佔據咗趙家祖先棺材原先嘅位置。加上呢個棺材嘅質地比較新淨，應該係最近10幾年埋落去。呢種情況太特殊啦，我都解釋唔到，只能夠粗略咁樣推斷，中間呢個棺材係想完全奪走趙家後代嘅財氣。可惜啊，冇埋正就成為咗影子墳。但係趙家後代嘅財氣亦都受損頗大噶啦，降咗唔止一個檔次。小詩爸爸唔理3七21啦，叫人將嗰2副棺材搬出嚟，就近係挖咗個窿，草草咁埋咗。按照胡爺爺嘅指點，將佢先祖嘅棺材咧放翻原來嘅位置。小詩爸爸對胡爺爺關於影子墳嘅判斷非常佩服。嗱，先唔好理風唔風水啊，老人家親自指點嘅全過程都好辛苦。於是對老爺爺一番感激之言之後咧，小詩爸爸又封咗一封好大嘅利是俾佢做酬勞，而胡爺爺順手將利是遞到俾胡超。開心到阿超含埋個嘴。睇嚟呢幾年大學學費全部有着落。胡超興沖沖咁跑翻去講俾阿南聽起墳去棺嘅事，話影子跟蹤嘅事情基本上已經解決，可以安穩咁瞓個大覺。而阿南聽完之後，瞬間好似有啲走神，呆咗2年，隨後面上邊浮現出一個好詭異嘅笑容嘅話：阿超，
你對我真係好啊！今晚出嚟見面啦，好唔好啊？哇！阿超聽到當然開心，佢買咗99支紅玫瑰，按照阿南講嘅地方，晚黑9點鐘去到市裏面一個公園度，而阿南呢，正安靜咁坐喺公園嘅一角，微笑咁向阿超入手。公園四周圍冇燈，好彩月色都唔錯，仲可以見到荒草旁邊嘅林蔭路。阿超突然間諗起，喂，呢座公園好似已經荒廢咗，暫時冇人管理㗎咯。嗱，於是咧，佢自己自言自語咁講：阿南咩回事啊？揀個約會嘅地方都咁重口味嘅，呢度好陰森，好恐怖啊！同阿南面對面嘅時候，胡椒手捧住玫瑰，正打算將醞釀多時嘅甜言蜜語全部講晒出嚟。但突然間，阿南用力咁吓一聲，刮到佢一巴就話：你既然愛我，咁點解又要害我啊？阿超嚇到目定口呆，摸住嗰塊熱辣辣嘅面就講：阿南，點解你要咁講啊？阿南輕輕咁嘆咗啖氣就話：唔通我條命就注定係咁？跟住阿南就講咗一個故事。細個嗰陣，我得咗一個怪病，病到好重，就嚟死啦。點知俾我遇到一位高人，佢話可以幫我風雲續命。人之所以得病，亦都係因為體內陰陽之氣不均勻或者唔純正所致。阿南因為體內濕氣淤滯，過唔到18歲，而喺18歲之前，佢要諗辦法吸取純陰之氣，以驅除淤滯不純嘅陰氣，否則限期一到，即刻就香消玉殞。奇人出奇招，佢揀到一處風水寶地，置空棺一副，內置佢嘅八字，故意埋歪一副棺材，以影子風水吸取至陰至純嘅靈氣。呢一種影子墳因為冇屍體，唔會影響棲棺之處嘅風水。嗱，而就係咁，阿南嘅脈絡呢亦都慢慢疏通，即將大功告成。但可惜到最後一年，突然間橫生枝節，先係出現俾人跟蹤嘅感覺。佢亦都懷疑有人利用影子墳行一個攝影術，不過唔可以確定。但係胡超講嘅嘢呢，證實到佢嘅諗法。奇人喺同佢分別嘅時候，曾經講俾佢聽，話遇到利用攝影術行蹤嘅人，要破解其實非常簡單。喺出現特殊感覺嘅時候，請屋企嘅親人喺自己影子嘅頭部用3針鎖魂，成為品字排列，嗰個用攝影術嘅人就會必死無疑。嗱，呢一招亦都只有阿南識使，因為佢亦都係影子墳嘅假官之人。以陰殺陰先至有作用。嗱，阿南心軟，唔忍心殺人，但係冇諗到呢個人啊得寸進尺，跟蹤嘅次數越嚟越頻繁。於是佢落手殺咗呢一個人嘅魂，而萬萬冇諗到，最後自己至空棺嘅影子墳竟然被刨開，吸陰氣之術，最後功虧一簣。而今日啱好就係佢18歲嘅生日。胡超聽完，突然間佢發現阿南身下邊冇影，阿超手都震晒，指住阿南講唔出說，而阿南凄然一笑咁：係啊，我已經係無影之人，留喺呢個世界上嘅時間已經唔多啦。胡超卒之明白成件事嘅來龍去脈。阿華係第2具棺材主人嘅後人，佢無意中發現自己有控制趙家父女影子嘅能力，於是就借此打探情報，用以換取不義之財。再後嚟呢，因為對阿南心存愛慕之心，覺得佢同小詩關係親密，於是就使用攝影術去窺探阿南。冇諗到真係成功，繼而一窺再窺，以滿足佢內心嘅色。嗰日
阿華用攝影術跟蹤小詩，點不知最後俾阿南用3針鎖魂反殺。最上邊嗰副棺材係奇人為救阿南喺10幾年前埋入嘅空棺，好巧合選擇咗小詩嘅祖墳，而裏邊呢就並冇屍體。小詩爸爸起墳嘅時候，冇人敢打開棺材檢查，草草刮個窿埋到副棺材嘅了事，所以並冇發現呢一個秘密。奇人救助阿南嘅吸陰氣之術，陰差陽錯咁被破解。而阿胡超，呢個時候後悔莫及，聲都窒晒。咁我仲可以幫你做啲咩啊？阿南擰一擰頭講：如果你真係愛我，就陪我度過最後幾個鐘啦。因為呢個病，我一直都拒絕愛情，從來都唔知道俾人愛或者愛上一個人係咩滋味。而家俾我好好咁體會下啦。講完，阿南輕輕咁將頭挨喺胡超膊頭度，眯埋眼冇出聲。胡超內心漸漸冇到恐懼，只有痛惜。佢抱住阿南，呆呆咁望住天邊嘅明月，內疚感好似驚濤駭浪咁衝擊住佢滴血嘅心。突然之間，佢覺得心臟絞痛，好似有一把刀割開。阿南已經安靜咁瞓着咗，好似進入咗深度睡眠嘅狀態，幾乎感覺唔到呼吸。夜風好冷，佢嘅身體仲冷，好似一具女屍。第二日太陽升起嘅時候，阿南醒咗，佢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居然冇死，而且成身脈絡通暢。更神奇嘅係，佢身後邊又有到一個長長嘅影子。但係琴晚抱住佢瞓嘅胡超就變到一副屍體。原來琴晚胡超死於突發性心臟病，但係奇怪嘅係佢面上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阿南肝腸寸斷，喊到死去活來，但係佢一直都冇注意自己嗰個影子其實好似胡超。怪談之碎屍。曾經喺香港發生過屠夫案，震動個世界。呢件案件案發嘅時候，由於有人先後發現喺城門河有女人嘅碎屍，但係過程就撲朔迷離，令人覺得呢件事高深難測。正當警方束手無策嘅時候，兇手竟然自動投網，將一啲拍攝女性性器官嘅大特寫照片送咗去沖晒，其中更有一啲過程令人難以入。於是即刻引致沖印公司職員嘅報警。就係咁，轟動一時嘅屠夫案亦都因此告破。但係喺犯罪邏輯學上嚟講，係冇可能嘅事，因為呢個兇手好精明，屋企亦都自置有黑房，即係話佢可以自己曬相噶。點解佢仲要特登將呢啲相攞出去俾人曬，繼而俾人發現佢嘅罪行？所以好多人話佢分明係俾鬼迷。沙田城門河嘅河水呢，一向都好平靜，尤其係喺月圓之夜，好多情侶中意嚟到呢一度划艇。阿強係個司機，而玉梅呢係一個工廠女工。佢哋拍過拖有一段日子，但係玉梅始終就唔肯應承嫁俾阿強。呢日晚黑，阿強呢特登就揀咗一個充滿詩情畫意嘅月圓之夜，約佢女朋友阿梅呢就嚟到城門河呢一度划艇仔。阿強已經做好心理準備嘅啦。今晚佢會呢用盡唇舌，務求點都要講服阿梅嫁俾佢。
如果唔制嘅話，嘿，今晚呢就唔靠埋岸，硬至一定要逼到阿梅嫁俾佢。事關阿強個阿媽呢，抱孫心切啦，已經催咗阿強好多次。而事實上，阿強而家都已經30幾，年紀都唔細啦。嗱，點知正當阿強呢想開口講嘅時候，玉梅就唔知點解雙眼望住水面，突然間尖叫得起身。阿強聽到女朋友突然間尖叫，咁啊梗係護花心切噶啦，猛咁問咩事啊咩事啊咁，一路不由自主咁望埋個水面度。但係城門河嗰啲水面呢，依然好似頭先咁一片平靜，除咗有啲垃圾喺上面浮下浮下，就乜都冇。嗱，再擰翻轉頭望下玉，只見佢雙手揞住塊面，眯埋眼，成身喺度嘀嘀咁震。阿強好不安咁捉住佢隻手就問：阿梅，你做乜嘢啊？阿強，我哋快啲翻屋企啦！啊！我見到啊，有個女人浮喺水面啊，佢個手臂有紋身嘅公仔噶。唔係嘛？咁走啦！阿強亦都明知玉梅身體虛弱，事關佢平時咧經常都要睇嗰啲咩婦科醫生，仲經常覺得頭暈眼花。嗱，而此時此刻喺月色之下波光倒影，如果你話佢真係眼花繚亂睇錯咧，咁都情有可原，在所難免嘅。於是阿強呢就一路安慰佢，一路呢將艇仔挖翻埋岸啦。嗱，正當阿強喺度將兩隻木槳挖動嘅時候，其中一支呢，好似撞啲咩嘢咁。佢望咗一望，睇落呢就好似係嗰個透明膠袋裝住個垃圾咁，所以阿強就想用個木槳呢，就將呢個膠袋撥開啦。但係點知呢個透明膠袋就慢慢浮咗起身。嗱，月色之下，好明顯見到有一對手臂封咗喺個膠袋裏面。阿強一時之間亦都睇唔清，究竟嗰個係咪人嘅手臂，定係嗰啲塑膠 model 嘅殘骸？只不過佢見到隔住膠袋，仲可以見到其中一隻手臂上邊嘅紋身圖案，好似係紋住雙飛燕之類嘅。而玉梅呢，本身喺阿強嘅安慰底下呢，就已經慢慢鬆開手，冇揞住塊面。但係點不知，到啱啱鬆開手，佢就望到呢個透明嘅膠袋，佢突然間又尖叫起身，而呢一下呢，可以話驚天動地，而且跟住就暈咗。阿強啊真係好無奈，唯有將個木杖都抌埋一邊，因為佢都冇時間去處理個膠袋，事關佢而家要急住搶救阿梅。阿梅病咗，而且病得好重。西醫話佢係驚嚇過度，中醫就話佢體弱氣虛，而佢男朋友阿強暫時都只能夠請假留喺佢身邊去陪佢，仲時不時咧同佢講：阿梅啊，你聽醫生講啦，好快會好翻噶啦。我上次我睇過啊，嗰個膠袋入邊嗰啲咧係嗰啲塑膠公仔嗰啲手臂嚟，唔係真人嘅，唔係你諗嗰啲嚟噶。係咪真噶？但係好似真噶，好驚啊！唔使驚，有我喺度嘛，冇嘢嘅。嗱，你聽醫生講，按時食藥，好快就好翻噶啦。嗱，雖然阿強係咁講啫，但係阿梅仲係一路喊，一路就話：嗰晚我真係見到有一個女鬼噶，佢對眼喺度滴血咁樣噶，就喺個河面嗰度出現。佢着住黑色嗰啲好新潮嘅背心，仲打出兩隻手臂噶，隻手臂度就係有嗰個紋身圖案噶。嗱，而最令阿梅忐忑不安嘅呢，就係自從嗰一晚之後嘅一連幾晚，佢都發夢見到一個20零歲新潮女仔，同樣着住嗰一種好新潮嘅背心，同樣都係左臂上邊有紋身圖案。每次呢個女仔都苦苦咁纏住阿梅，唔俾佢走。而琴晚喺夢裏面嘅呢一個女仔，更加對阿梅提出一個要求阿梅靜靜咁準備一啲香燭冥鏹，去到河邊去拜祭佢。但係拜祭嘅方式就好特別，事關佢唔俾阿梅請任何嘅法師道士之類去。聽到呢度，阿強忍唔住就問：點解會咁噶？
你同我都唔係佢啲咩親戚啊，點解佢要纏住我哋喎？咁奇怪嘅。嗱，其實原來阿強呢，亦都發過同樣咁嘅夢，只不過佢係唔敢喺阿梅面前講起。既然而家玉梅講出嚟，阿強諗諗下，唉，都費事隱瞞。其實我都有發呢一個夢噶，但係我驚嚇親你，所以唔敢同你講咋。嗰個小姐都提過你噶，佢同我講話你時運高，我時運低，所以咧你就見唔到佢，我就當黑啦。佢又同我講佢死得好慘噶，咩身首異處，啲四肢都揾唔翻，所以魂魄唔齊。佢話要求我哋幫佢呢個忙，咁佢就有機會報仇啊。嗱，玉梅嘅阿媽係啲傳統嘅婦人，佢見到個女啊病得咁離奇，亦都諗過揾嗰啲神婆啊、神佬啊咁樣嚟幫手，但無奈玉梅媽提出到呢一個意見之後，阿玉梅咧就即刻拒絕。但因為玉梅已經決定按照嗰個紋身女仔嘅指示，約埋男朋友阿強一齊呢就準備好啲香燭冥鏹，仲有三生祭品等等去拜祭佢。嗱，跟住佢哋咧就查黃曆，係揾到一日好日子下，特登咧就開車嚟到城門河嘅河邊，依足個女鬼所教嘅方法去做。揾到咗一個人跡罕至嘅河邊，阿強將部車停好，未落車之前，佢先將嗰啲黃紙就攤開，剪成一個成人咁嘅身形，交咗俾阿梅。而阿梅呢，就用一支紅筆，先後喺頸部以及係四肢上邊呢，就畫咗一筆。表面上睇落去呢，就好似喺呢幾個位置俾人用刀界咗一下咁。然後佢又用藍筆喺嗰幾個切口旁邊呢，畫成仙狀紋，就好似呢幾個地方已經俾人用針線補翻咁。然後呢，佢先喺紙人嘅身上邊寫咗年月日時等等。嗱，據阿梅自己講，呢一個辦法係女鬼喺夢中教佢咁做，同埋時辰八字都係個女鬼講俾佢聽。後來佢哋兩個人呢，就合力將三生祭品就擺開咗，面對住河流雙雙下跪，一路口中念念有詞，一路將帶過嚟嘅香燭冥鏹燒晒，最後先將嗰個寫上時辰八字嘅紙人點着，等佢迎風飄入河當中。嗱，講起身又怪，就當佢哋分別將三生祭品投入河中嘅時候呢，阿梅突然之間感覺到全身一震，連續打咗幾個乞嗤。嗱，當時呢係2月天，寒氣逼人，阿強呢就擔心阿梅係咪體弱咧會凍親，即刻就除低件外套啊幫佢褸住。搞掂晒啲嘢咧，佢哋兩個人呢就翻去部車度，但係阿梅呢個時候好似連把聲都有啲變到好似係另外一個人咁，一個好性感嘅女人聲。而呢一把聲阿強從來未聽過。阿強將車門關翻之後，正想開車就翻市區，見到咁嘅情形，佢哋忍唔住倒吸一啖氣，唔敢喐。因為呢個時候佢擰轉頭望下，見到阿梅呢啱啱就挨喺汽車個座位度，眯埋眼，突然間擘大口，用嗰把好陌生嘅聲音就話啦：強哥，你唔使驚噶，我真係好多謝你，你哋幫咗我一個大忙，所以我一定會好好咁報答你哋。呢個只係一個開始嚟，以後仲有好多嘢要你哋幫我。只要你哋可以幫我沉冤得雪，我一定會保佑玉梅小姐身強力健，而且最後你哋一定可以白頭到老噶。但老實講，如果唔係面對住嘅呢個女人係阿強心愛嘅阿梅，阿強打死都真係唔睬佢嘅。呢個時候一開門跳車走，毫無疑問。但係而家阿強唔敢走，事關自己女朋友喺隻鬼手上邊啊嘛，佢而家只能夠同隻鬼喺度講數。
但係就算佢再驚都唔可以唔理阿梅，唯有頂硬上。呢個時候，嗰把性感聲音又繼續講：我係俾人哋碎屍嘅，我為咗將個兇手繩之於法，我希望你可以幫我做幾件事。首先係你聽日要銷假，繼續翻去地盤做嘢，到時我會教你點做噶啦。但係我女朋友，你放心啦，只要你盡力去幫我，等我將兇手繩之於法，佢就會不藥而愈，最後亦都必然會成為你嘅妻子。你放心啦。阿強而家面對嘅係佢女朋友，但係應承嫁俾佢嘅就係一個陌生女人嘅聲音。嗱，老實講啊，如果唔係親身經歷，阿強真係以為自己喺度發緊夢。2月11號，一個建築地盤工人喺城門河畔呢就發現一個女人頭，於是佢即刻報警。個頭同頸之間嘅切口位好平滑，雙耳仲戴咗一對耳環。驗屍官到場之後，初步懷疑屍體係被人肢解，切口好可能係電鋸造成嘅。警方於是即刻召嚟大批嘅藍帽子警員，展開咗一次大規模嘅搜索行動。大約7個鐘頭之後，警方又喺呢一個城門河畔外邊大概200米嘅位置呢，揾到一對女人嘅腳。斷足係攞報紙嚟包好之後擺喺個膠袋裏面，浮咗喺水面。自此呢一件事轟動咗全香港，甚至連外國嘅一啲電視台都嚟報道。到咗晚黑，阿強依然去探佢女朋友阿梅，阿梅依然瞓喺床上邊冇翻工，但係阿強已經明知佢目前只係被鬼上身，絕對冇咩大礙。反而佢心理呢就安穩咗好多。阿玉媽見到阿強咁痴心一片，個女病足咁耐，佢就探足咁耐，所以呢，阿玉媽都特登避開，唔好阻住佢哋單獨相會。於是阿強就有機會問下嗰隻女鬼下一步應該點做。而嗰個陌生女人嘅聲音呢個時候又開聲講：唔該晒你啊，你做得實在太好啦。如果你唔係將你同事帶去河邊，相信仲要等一段時間先可以有人見到我被人切低咗嗰個頭。小姐，不如你帶我去兇手嗰度啦，等我揭發佢啊嘛，咁咪更加乾淨利落。唔得，我要親手報仇。況且嗰個賤人冇人性，我實在唔想害你。但係我可以幫你報警啊嘛。你唔好傻啦，如果警方係信你嘅話，咁你依足我去做，你就唔使驚惹禍上身嘅啦。咁你唔知道兇手係邊個咩？我淨係知佢係一個的士司機，佢多數喺凌晨時分出現，所以我想你開住架車搭我去一個地方兜一個圈，可能我哋可以揾到佢。而家阿強呢，即係希望呢一位女鬼朋友唔該快啲揾到個兇手，早日離開佢女朋友阿梅。所以只要佢提出，阿強即刻就會去做。凌晨時分，阿強果然開住佢嗰部神龍查啦嚟，將阿玉呢就扶咗上車。而阿玉媽以為個女呢想去食宵夜，難得佢肯喐下，所以亦都冇阻止。阿強呢就喺個女鬼嘅指示底下，將部車開到尖沙咀夜遊區一帶。喺嗰邊呢陣時已經停咗唔少的士。阿強就聽到嗰個女鬼講：唔該，你等一等我。
當阿強擰轉頭一睇嘅時候，只見阿梅呢就好似突然間瞓着咗咁，冇晒反應。阿強又驚又急，唔知點算好。只好聽個女鬼講將部車停喺一邊啦。大概過咗2-3分鐘，阿梅突然間好似慢慢醒，對住阿強就話：我仲未見到佢，不如我哋兜多幾個圈，再翻呢度睇下。阿強好無奈，唯有照住做啦。但係嗰晚佢哋依然冇揾到目標人物。自此之後，每晚阿強都揸車喺凌晨時分去到同一個地方，一間夜總會門口外面。雖然每次阿玉梅都會喺佢身邊，但係阿強心裏邊明白，此時此刻阿梅其實係另外一個人。如是者到第5日嘅晚黑，嗰個女鬼姐姐突然間興高采烈咁翻嚟，對阿強講：強哥，我已經揾到佢啦！咁快啲報警啦！唔得，你絕對唔可以出面。佢份人心狠手辣，車入邊又有神符掛住，連我都冇辦法入去。不過真係奇怪，佢架車四周圍除咗我之外，仲出現到4-5隻鬼魂，全部都係女嘅。咁唔通佢除咗你之外，仲殺咗其他女人？我諗係啦，但係我冇同其他女鬼打招呼。係啦，快啲開車，跟住前面嗰架的士。阿強透過部車嘅擋風玻璃，果然見到一部的士喺度開動，於是佢即刻揸車跟喺後面，離遠就挑住尾。但係嗰部車除咗司機之外呢，並冇其他乘客喺裏面。睇嚟個司機可能係要翻屋企瞓。同時阿強呢亦都可以見到車頭個擋風玻璃度呢，好似掛住啲咩咁。咁好可能就係嗰個女鬼姐姐講嘅符咒呢。呢樣亦都係佢唔敢進入車裏面嘅最大原因。好啦，等到嗰個司機停好部車，兼且落埋車，阿強望一望呢個司機嘅年紀，大概都唔會過30歲。跟住個司機就行入咗一座大廈。阿強即刻呢亦都想跟埋落車，但係俾個女鬼姐姐制止住，佢要阿強喺部車裏面等佢翻嚟。雖然只係短短10分鐘，阿強亦都有度日如年嘅感覺，因為嗰條街實在好靜，即使係冇警察行過嚟抄牌，但係阿強硬係感覺到好似條街度呢就好多人行嚟行去，事關呢佢身邊硬係覺得陰風陣陣，令人不寒而慄。而阿強望一望身邊嘅玉梅，玉梅仲喺座位度瞓緊。阿強試過叫佢嘅，甚至擁佢，但係玉梅呢好似瞓到好冧咁，完全冇醒過嚟嘅意思。直至10分鐘之後，嗰個姐姐卒之翻嚟啦。事關嗰把陌生嘅女人聲又從玉梅口裏面傳出聲音：開車啦！今晚嘅收穫真係大。你係咪查出咗佢住邊啊？姓乜名乜係咪啊？唔係，我淨係知道佢住喺嗰棟大廈其中一個單位，但係好可惜，門口有土地公，裏邊又有神位，所以我都唔夠膽亂嚟。不過就因為咁，我識咗一班朋友，以後都唔驚冇幫手咧。強哥，原來嗰個人係殺人狂魔嚟嘅，連埋我在內，佢已經殺死咗5個女人。啱先我就喺佢屋企門口見到其餘嗰4個女人同埋佢哋帶嚟嘅鬼朋友。我哋雖然都唔夠膽入屋，但係鬼可以做好多嘢嘅。我哋一齊諗咗個辦法出嚟，以後我哋呢會分工合作，不分晝夜，分頭咁跟蹤佢同佢嘅屋企人，務求令佢哋自投羅網為止。
阿強送玉梅翻屋企嘅時候，已經係凌晨3點幾啦。哇，去到咁夜先翻嚟，阿玉媽梗係埋怨啦，話阿強唔應該帶住一個病人去到咁鬼夜先翻屋企噶嘛。嗱，偏偏阿強呢個時候又冇作出任何解釋。嗱，但係講起身又奇怪，阿玉梅自從翻屋企之後呢，竟然係清醒咗過嚟，佢精神奕奕，根本就唔似有病，就連阿玉梅媽都覺得奇怪。嗱，第二日阿強由地盤落班之後呢，又嚟探阿玉梅，發覺玉梅個病呢，真係不藥而治喎。而阿梅亦都好意外咁應承話嫁俾阿強。阿強知道係個女鬼姐姐暗中相助。嗱，冇幾耐之後，警方首先呢就宣布查出咗城門河女屍嘅身世。佢係尖沙咀夜遊區嘅一名青年媽媽生，15歲，已經係墮入風塵，手臂上呢有飛燕圖案嘅紋身，而佢呢正係阿強遇上嘅嗰位女鬼姐姐。第日，警方又宣布拘捕咗一家3口姓林嘅男子。經過嚴密審訊之後，佢哋放走咗其他人，淨係留低咗一個叫林過雲嘅男子，而佢呢正係阿強協助嗰個女鬼姐姐跟蹤嘅嗰個的士司機。經過警方進一步調查之後，更驚人嘅恐怖新聞陸續爆發。原來林過雲屋企裏面其中一間房被發現收藏咗大批女性嘅性器官標本，大量嘅淫照、小電影、幻燈片等等，終於揭發咗林過雲先奸後肢解5名女性嘅事實。消息唔單止轟動咗全港，亦都轟動咗全世界，成為香港有史以嚟著名嘅雨夜屠夫案。咁但係究竟警方又係點破案嘅呢？據講，兇手事前將一啲菲林底片交咗俾一家沖晒公司嚟印相，後來呢家公司先發覺一啲女性嘅性器官大特寫相，跟住梗係有疑心嘅啦，即刻就報咗警。而警方呢就喺嗰家沖印公司等林過雲上門，最終破咗呢一單。但係兇手咁精明，屋企又有沖晒設備，明知道啲底片唔可以見得人，又點會送到去印刷公司之後落網嘅呢？除咗俾鬼迷之外，再都諗唔出有其他更加合理嘅解釋。